爱享佛堂老菩萨班啊。不认识字的哦，常常听闽南语读经，听过久了哈，念到哪里他就知道接哪一句话嘞，还用心的在写那些经文的字啊。那读经的时候，手指头一个音一个音，一个字一个音一个字，这样慢慢移动来学习，还很有心的记耶。久了你看，学了很多经典。心经、弥勒救苦真经、百孝经、道之宗旨、礼运大同篇、太上感应太上清净经诸子、自家格言、三字经、千字文